昨透早，嘉义中部一个查甫人以啉酒食毒抑搁赛车，伫咧台十八线公路弄到乌多摆，造成一个人死亡。也后壁呢有一台乌多摆未负反应，弄落来着伤。这个查甫人全落跑，毋过也是去互警察抓到上法办。检方侦讯后认为讲，这个查甫人也搁会逃走，是向法院声押求准。 监视器翕到机车徛伫大路，不过后壁车无减速，直接甲弄落去。随来佫看到另外一台机车未火险，造成这个第二摆事故。哪边有骨折，哪边有伤口，问一下流血啊，你再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四肢哪边有疼痛。 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，赶紧将2名伤者送病院。不过78岁骑车这人，倒涂骹了后已经无喘气心跳，送病院也是伤势相当不治死亡。意外发生在初7透早4点外，26岁姓黄的查甫人赛车，经过嘉义中部乡第18线，去弄到78岁姓吴的老大人随逃走。3个68岁骑车这姓何的查甫人未火险，弄到了后倒伫涂骹受伤。警方尾也将姓黄的查甫人抓到，发现伊啉酒甲食毒赛车。 同日11时30分，查获黄姓造逃犯前，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，呈现2级毒品阳性反应，另经酒测超过标准值。检方询问了后，认为姓的查甫人涉嫌啉酒甲食毒赛车，造成人死亡，甲造成事故逃走，而且要走路，向法院申请归押核准。另外，伫台中西北第4区的陆棍街也发生汽车弄入去徛架事故，现在是无人受伤。 造成事故的汽车司机甲警方讲，是因为精神无好造成事故。不过警方证实了后，发现超过标准。因未满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，涉嫌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，已依法逮捕侦办。 饮酒赛车防治团体讲，饮酒赛车人内底有4成，1、2、3犯，其中7成有食条的问题。这种事件一直发生，应该注重食条问题治疗。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出现，你不晓得他会出现在哪里。针对累犯，你不把他当作病人的话，你只有处罚他，对他来讲效果有限。我的酒瘾的问题，还是让我喝了酒之后，我还是喝了再上。高秀珍讲，除了酒食条的爱治疗。 马甲这个处罚范围扩大到卖酒方面，甲车辆的提供者，加大这个防治甲处罚的力量，才有法度看到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